播道醫院咧，其實我小學生嘅時候已經聽到啦，我就知道佢喺九龍城區扎根於個基層嘅社會，一直咧都係服務大眾市民。咁呢個咧，我係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啦，同埋提供服務俾當時係非常基層嘅普羅大眾。首先係一個60週年嘅醫院嘅紀念嘅歌曲，咁所以一定係有某一種嘅宏偉嘅氣勢啦，宏偉嘅氣勢啦。咁亦都表達到一個教會團體嘅有一啲宗教嘅感覺喺度。咁主要我都係就住呢兩點嚟寫嘅。呢類歌曲我寫得都比較多嘅，尤其是同鄭國江老師寫嘅時候，我多數作曲都喺晚上嘅，即係食完晚飯之後啊，甚至深夜啊咁啊。想像將嗰樣嘢想像點樣一個醫院點樣救人啊等等，咁就寫成個旋律。因為寫旋律嘅時候係冇字噶嘛，咁所以比較抽象一啲。反而鄭國江老師填咗字之後咧，我就按照佢嘅字更改咧，咁嗰個係另外一種嘅工作嘅流程。寫呢一類歌曲，尤其是廣東話咧，首先我就會問有咩字一定要落去嘅，例如醫院嘅名啊，或者佢啲宗旨目的，因為廣東話咧係個高低音係唔能夠改動佢嘅，咁個旋律一定要有呢幾個音，如果唔係咧揾極都填唔到落去。咁好彩咧就你哋就冇俾我呢個限制，所以咧其實我寫旋律嘅時候咧就比較自由。廣東話咧好多時都係先有旋律先㗎啦，然後後邊填詞。咁所以我首先寫咗個旋律之後咧，記住你哋所講嘅宗旨啊等等，咁就交俾鄭國江老師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，有啲字佢填翻嚟咧，佢都話你可唔可以改下啲音啊？咁我哋合作咗數十年咧，就喺呢方面都好純熟。咁有啲音我又改，咁經過咗2、3輪嘅咁嘅溝通啦，最後個曲就寫成，咁都好流暢嘅喺個合作裏面。鄭國江老師填詞嘅大師咧，就冇乜困難嘅，同佢合作，佢點都做到啦。播道醫院咧，因為佢一直都係為基層市民服務。我希望播道醫院能夠喺香港嘅基層人士多嘅地區咧，開多啲分院，咁使到普羅大眾都有受到醫療嘅關顧。咁我喺呢度咧祝賀播道醫院60週年，我可以講話播道醫院咧係仁心仁術，用愛救人。